安平爷妈祖上香山是安平区第一个核定登录的市定民宿，为将这项民宿活动推介，予更侪人知影，市府文资处补助安平开台电学宫执行安平爷妈祖上香山绘本制作。这本册将于伫今年年底出版啦。安平爷妈祖上香山吼，这是咱安平区吼第一个去摕到这个非物质文化资产的头一个吼。伊这上香山的时阵吼，伊本身伊的意义相当的大，就是会当去显现出来咱的羡慕，伊的孝道，伊对父母的迄个真心奉献。吼，伊要出境的时阵，要去绕境，要去来照顾咱遮会境内的时阵，嘛是先去甲伊的父母，伊也问咱一个创啥，所以伫即个绘本内底吼，拢有人用足清楚。我有人足感谢讲吼，会当咱石门国小这个小学生甲老师吼，更极力把这本册吼用出来吼。会当借着这本册，大家来认识咱安平天后宫，顺续来了解咱庙宇的文化。而绘本的图文也是由石门国小师生共同创作，会交由因执行，也是因为安平妈甲石门国小有真深的缘分。我们学校之前天妃宫的遗址就在我们学校，所以其实我们跟开台天后宫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渊源哈，所以能够有这样一个合作的一个契机哈，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开心哈。那在这边呢，也要感谢哈我们学校的团队哈，我们的林国宏教务主任哈，还有我们的宜贝老师跟林真老师啊，他们指导小朋友，那共同呢来想怎么样来创作这本绘本哈。开台天后宫主委罗友丽表示，安平爷妈祖是安平人真期待的宗教圣事。2022年，拄好嘛是4年一度的妈祖上香山，这次的绘本创作，除了会当推广较早经在地以外，更是为明年的活动暖身。但是新闻江秀伟采访报道。